佢係5000萬年嘅活化石，係大自然嘅神奇饋贈。佢就係吸血鬼水蛭。從《神農本草經》到《本草綱目》，都有詳細論述水蛭嘅藥用價值。如《本草綱目》記載，水蛭有活血化瘀、消積解毒之效。喺中世紀嘅歐洲，水蛭亦開始應用於醫療領域，用嚟清除病人體內嘅毒血同治療皮膚病。水蛭素與青蒿素、胰島素稱為世界醫藥3大素。佢係世界級醫藥生物科技成果，係血管嘅清道夫，係心腦血管慢性疾病最大嘅剋星。喺美國，醫用級水蛭素售價高達$6每毫克，其價值超過黃金100倍。天然水蛭素具有6大主要功效：一、溶解血栓，降低膽固醇，疏通血管；二、清除血管垃圾、油脂、嘌呤，有效淨化血液；三、加快血液循環，俾各器官充足供血供氧；四、軟化血管，恢復血管彈性，預防血管破裂；五、增加血細胞營養同活性；六、含有神經再生酶，修復受損大腦神經。中風即係腦血管意外，係由於腦部血管阻塞或爆裂，令腦組織不能得到充分嘅養料同氧氣，受影響嘅神經細胞因而壞死，產生各種神經症狀。一般藥物由於活性唔夠，分子量大，好難通過腦部微絲血管。天然水蛭素係由65至66個氨基酸組成嘅小分子蛋白質，對凝血酶有極強嘅抑制作用，係至今為止世界上所發現最強抗凝血酶，能夠有效清除血栓、降低膽固醇、減少油脂帶及血毒等垃圾，並含有超強神經再生酶，能修復腦神經嘅特效物質。心腦血管疾病，心腦血管疾病係高血脂症、血液黏稠、動脈硬化、高血壓所導致嘅心臟、大腦及全身組織發生嘅缺血性或出血性嘅併發症，發病率高，死亡率高。經研究發現，人體有487種疾病都係因血管堵塞造成。天然水蛭素嘅抗凝血酶物質能夠有效防止纖維蛋白同血細胞結合，防止各類血栓形成。水蛭素能夠令主動脈同冠狀動脈硬化斑塊消失，膽固醇晶體同尿酸晶體減少，血脂下降，並且能夠好好咁修復血管、軟化血管、淨化血液，加快血液循環，恢復各器官供血供氧，並減輕血管嘅壓力與損傷，讓身體達到最佳狀態。國際頂尖醫學團隊研發，世界級生物科技成果，人體血管嘅清道夫，自然界最強嘅抗凝血酶物質，30多種活性物質酶，超強神經再生酶，佢就係水蛭素。天然水蛭素係目前世界上最有效預防同調理三高及心腦血管疾病嘅產品，對中風、冠心病、糖尿病、三高、痛風、乳腺增生、婦科疾病、腫瘤及腎病等都有極好嘅效果。小分子結構，快速吸收，疏通微循環，從根源解決問題，只需服用5至6個月，就能徹底疏通被血栓淤塞嘅血管，為你嘅健康而生。